因上東張西望，追討女兒在銀行領走450萬元積蓄而成名的話題人物何伯及何太。今30日早上8時29分，何伯及何太在屯門精田村精信樓住所。何太執好行李準備離家返內地，他步出門口後，何伯追出，二人吵架。何伯取出萬用接刀割傷何太後腦位置，當場溢血。何太大叫救命，咬傷丈夫手指，驚動鄰居報警。警方趕至經調查後，何伯何太涉嫌傷人同被捕，二人清醒獲送院救治。消息：何太今早執好行李已回內地，被何伯阻止。消息稱，今早8時許，何太執好行李及購買了高鐵車票，準備離家前往內地。當他步出單位，何伯追出走廊阻止，雙方發生爭執。期間何伯取出一把萬用接刀，雙方爭執期間，何太後腦被刀傷2寸，傷口溢血，而何伯亦被妻子用口咬左手手指，受傷流血。街坊聽到二人爭執吵鬧聲，報警求助。新界北衝鋒隊人員接報到場，於現場找到二人，由救護車送往屯門醫院治理。何太自爆將離婚，日前皆何伯與人爭執。何太早前在直播節目自爆將離婚。本月25日在港鐵兆康站，夫婦二人與一對男女因瑣事發生爭執，期間何伯情緒激動，拿出殺蟲水狂噴另一名女子手部被灼傷。警方以涉嫌意圖損害等而施用毒藥拘捕77歲的何伯。何伯及何太不時與黑粉發生爭執，早前他們與黑粉在港鐵車廂內發生口角，何太粗口橫飛狂鬧拍片者，而何生就霸氣護花，期間更企圖拿出揩藥水作武器噴向對方。以上新聞報道完畢，如果覺得以上資訊有幫助，請訂閱並推薦一下，多謝。